讲道经历得我的欢喜，咱请陈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圣心，也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经历到过活这的快乐。今仔日的故事咧讲起过活，耶稣甲伊的学生甲马大马利亚讲，过活毋是将来上天堂的事，过活是今生今世处时处境，你信吗？愿主互圣神，愿互主耶稣基督过活的圣神，伫今仔日甲咱众人相甲伫地，因为过活毋是干那关系将来永远活即种的应允，过活嘛是互小信的人。就是甲主讲，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额。主要互咱的信心够活。主嘛甲绝望的人讲，伫你绝境绝处逢生，够活就是绝处逢生。已经死，已经臭，但是主讲你信嘛？活命甲够活在伫我的手中。玛利亚甲伊讲，主我信，是互愿望来到咱的中间。第三项，伫死。伫孤单、伫忧伤的中间，马大、马利亚口角分歧，但是耶稣将天父上帝听带到这个家庭。所听的弟兄们，跟我是今生今世处时处境，甲咱拢有关系。愿这个圣神将愿望、将信心、将仁爱赏赐予咱众兄弟姊妹。咱明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我命主耶稣利用国我向全世间人表明一项事，就是阮的上帝是真国我的上帝，除了以外无别的神明会通互人对死国我。你是唯一真、独一真的上帝。你互主耶稣基督国我，毋是一个故事，伊带世间人今生今世，甲将来永远活。愿拢要伫主耶稣你所赏赐国我的荣耀的内底，祝福小信的人，互绝望的人，互心内孤单失志看不家己的人，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众人拢得到主你的怜悯。愿你降临伫每一个特别伫孤单卑微的人因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听我的祈祷，互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听讲道，互今仔日的礼拜是领受活命的祝福。主耶稣，请你来，请你来到阮中间，愿咱感谢你，恳求你，邀请你，奉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圣尊名求，阿门。要甲吴松林甲老世忠、甲关吉明姐，甲恁讲恭喜。今仔日是恁决志要领洗礼，也是恁家己选择要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愿天父上帝亲自互恁一个祝福。因为圣经内底有安尼讲，一个决意要认上帝做天父的人，伫天顶嘛要为伊来欢喜。既然选择天父上帝做伊的囝儿的人，上帝要甲伊讲，今生今世，一生一世，永永远远，我拢是你天顶的天父。你今仔日开始，你要做我的囝儿。兄弟姊妹，今仔日下礼拜真特别，咱有3位兄弟姊妹。因对初信到无道，有诶吴松林较长一点吴松林伊嘛有一段真长的故事，以后有机会互伊家己甲咱讲即个老世中兄弟甲关金英姐，因来咱教会足足拄6个月，对初见面到即摆，因几乎礼拜日毋捌缺席。伫顶礼拜了后，因为咱顶礼拜会讲到第8讲与主同行。伫礼拜了后，金明姐真心中甲我讲伊的心内话。迄个时阵，我对心中有得到真大的欢喜甲感动。伊讲牧师，阮想讲后礼拜要洗礼，因为搁活这是一个真神圣的日子。兄弟姊妹，咱做伙代表这个大家庭来欢迎这3位。今仔日毋是干那做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做天父上帝伊的囝子。世中兄金明姐、松林，对今仔日开始，上帝出入带恁行，上帝时时刻刻甲恁相合伫地。
愿恁伫一生的中间经历到，这个主耶稣所带予恁一切的祝福。基督教有2个最要紧的节期，第一个节期叫做国华节，圣诞节。圣诞节代表主的救恩，天父上帝会听对天降临。国华节代表什么？国华节代表绝处逢生，人伫绝望的中间死国活。上帝向世间人来表明，伊毋是干那讲故事互人听，伊是一个会当互人有永远活的快乐甲活命的人。所以听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2段圣经拢讲到国活这项代志。愿天父上帝听恁的祈祷，说使咱中间有人信心倒退，你心内感觉惊吓，你感觉好像就无望望。愿主下手伫你的心，甲你讲毋免惊，我会惊字，我甲你撒甲伫地。因为国活这是一个新的活命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今仔日牧师要说的讲道，因为今仔日咱有真要紧，就是有3个兄弟姊妹要徛伫咱众人甲上帝的面前来讲，我愿意，咱要用真欢喜的心来接纳因。咱今仔日嘛有第2摆来教会，甲咱做礼拜。这堂教会有一个邀请，第1摆来是人客，第2摆来就是家己的人。第1摆来是人客，第2摆开始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愿天父上帝，互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天边海角，既然有教会，你好当啊行入去，因为迄个教会就是拢属于上帝天父上帝。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合伫地。今仔日的诗篇代笔讲，无有一个上帝亲像我的上帝，无有一个生命亲像我的上帝，无人会当亲像伊，因为伊行奇妙的大事。哈利路亚！所听的姊妹，愿这个上帝甲你撒合伫地。代笔讲，对我少年的时，到我头毛白，这句话嘛真吓我。对我少年的时阵，父母带我去教会上主日学，到今仔日，我虽然无留喙鬚，但是头毛白。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向恁显明讲，伊是独一真的上帝，无其他的生命会当亲像伊。世中兄今明这长伫这个蒙德里的中间，因讲足清楚。因来对主了后，因感觉伫这段时间，因有足深的体会到，祈祷上帝的回应，迄种的欢喜、平安甲快乐。所以听弟兄们，咱的上帝是真可爱的上帝，阿门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来敬拜伊。我是好记的囡仔，因为我的阿祖，伊信主了后，甲我的太祖讲一句话，伊讲：爸爸，若要信。若要拜神，爱拜真的；若要信，爱信迄个上大的。我的阿祖较遮尔有智慧，对安尼开始，我的外祖带伊全家大细细来信主。迄个时阵，我的太祖也毋捌去教会，伊想讲伊的即个狗囡仔，大概叫刷掉，去互什么罪安尼魔神啊刷掉，所以对外面倒来了后，赶马车了了。但是上帝真的就是真的，唔免通过做礼拜讲道，唔免通过查经班造就。上帝相信入你的心，伊知影讲一摆的礼拜就知影讲，伫礼拜中间咧讲的上帝是真的。对迄个时阵开始，阮的家族开始享受上帝救恩。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救恩入世中兄今明这恁的家庭，有双人，上帝听你祈祷。因为你有看到真侪几位你的伫喜乐保院做为大汉的兄弟，人的人生真短。有双人讲，我无爱倒伫病院才来临终受死，我要趁下我永家健康的时，我要来信主。上帝听你的祈祷，互你最后这个时间到此甘蔗，哪来哪甘甜。上帝互伊的稳定对你到一世人。毋是干那伫肉体的身躯顶悬，伫你的灵，伫将来，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合伫地。兄弟姊妹，咱爱常常甲咱的心宣告讲：除了我的上帝以外，无一个神亲像我的上帝。伊全然无共款，伊全然疼惜我。也这你相信吗？你愿意互上帝这个完全的疼，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为你做主吗？
愈是咱做袂来的事，咱愈爱祈祷，好不好？愈是咱做袂来的事，咱愈交托给上帝。兄弟姊妹，说书这个阶段，你若有啥物事拄着艰难，你感觉做袂来，你吐气的时阵，甲上帝讲，上帝是专门听吐气的人祈祷的上帝，你相信吗？马大马利亚就是安尼。今仔日的新约故事就是安尼。等下咱读落去了，你就了解讲，哇，原来上帝是一个听人伫吐气中间祈祷的上帝，伊全然无共款。伊竟然会当互死人救活，伊是真救活的主耶稣。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愿天父上帝为你的性命行奇妙的大事。无一个生命亲像伊，嘛无一个世间人会当亲像伊。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我要敬拜你。不但我的家族，我的子孙，拢要永远尊主你最大。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所以，弟兄姊妹，把这句话背起来，代表讲：上帝啊，你捌行大事，有之水会当亲像你。是，伫这个世间无一个神会当神明会当赢过上帝，因为咱要追求的是拜真神，追求一个上有关联到活命官兵，伊无起头，伊无煞尾。所以，上帝的名耶和华，伊的意思，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无起头，无结束。来用希腊语讲阿法甲欧米伽，对头一个字母甲上尾字母，这个上帝是无起头无煞尾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做你的瓦靠，好无？愿这个上帝做你的瓦靠。如果你有真侪心内事无对通讲，甲人讲佫惊歹势，兄弟姊妹唔免歹势，甲上帝讲，甲主耶稣讲。因为主耶稣就是听人流目屎祈祷的事情，甲人做伴以马内利的主耶稣。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牵咱的手，亲像这张图。你若袂记牧师的讲道的内容，恁就甲这张图放伫你的脑海中间。你讲主啊，我要亲像迄个囡仔，互你看，甲我一生的落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讲起一个。领受上好祝福的家庭，伊的名叫做马大、马利亚甲列撒罗。这个圣经中间特别是马利亚，伊是一个看到伊的兄弟死过活了后，对耶稣是完完全全的降服。伊知影世间无一个人会当互伊死去，放伫亡灵台底，亡灵内底3天4天，身躯已经开始烂咧臭。但是耶稣竟然一句话，伊的小弟就对死过活。所以，这个玛利亚死心塌地。所以，过活是什么？过活就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绝望中绝处逢生。这个过活就是甲今仔日有关的过活。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听马大所听见这句话。因为今仔日的新约这段圣经，伊的背景是伊的小弟列撒罗死，耶稣妹夫来到因兜，甲伊换手祈祷。因为马大甲玛利亚拢相信讲，主耶稣若较早来，就甲我的弟弟甲伊换手祈祷，我的弟弟病绝对袂死。但是死了后已经埋葬，照犹太人方式，死就随台，用白布包抹遐物药，抹真多只香油，或者个尸体芳去伫咧永远的道路顶悬。所以耶稣甲伊讲。搁我甲活命在伫我，你相信吗？马大其实因犹太人相信将来后来灵魂有一日伫天堂有永远活这项代志，所以马大来讲，我知啦，你咧甲我讲这个道理，我知啦。将来阮死了，若上天，我会甲阮小弟伫天顶相见面啦。但是耶稣甲伊讲 ，no， 毋是。今仔日你要看到你的小弟倒来到这个家庭，所以兄弟姊妹。咱世间人无人有这种信心啦，除非你是伫家父病房，咧急救的中间，还阁咧 CPR， 还阁咧急救的时阵，还阁有可能讲乌骹的人会活起来。耶稣毋是这种耶稣，耶稣伊的话带开咱，关主耶稣的话入咱的所有兄弟姊妹，耶稣问你讲，你相信吗？也即你会回答伊啥物？
原咱的心，咱甲主耶稣讲，主虽然我感觉有妖异，但是我相信，伫你无学得正的事，求天父上帝甲我三甲地地。耶稣甲玛利亚马代讲，搁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随亡死。安尼即句话就听有啊，无对，有无？信我的人随亡死，要求要搁活。意思是讲，恁虽然已经甲猎杀路办告别式，你嘛甲伊放伫迄个墓坑。犹太人甲咱无共款，咱是土葬，伊是墓穴，伫迄个山洞的中间、石头的中间，挖一个墓坑，一个房间，可能亲人拢在做伙。那嘛猎杀路就是放伫内底。耶稣问伊的这讲，既然我得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相信吗？愿主的圣心帮助咱所听的姊妹，无论是初信，无论是对出世的信，到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在座每一个人，伫今仔日咱拢领受复活节的快乐。复活节的快乐，毋是迄个彩蛋呐。咱的主日的囡仔拢咧等礼拜了后，今日要去咱的会员内底来比赛，看上找到较一粒的彩蛋。兄弟姊妹，彩蛋较简单，叫爸母买就有啊。咱外面真侪百货公司，也是大卖场，你若10块落入去，伊就走一个。兄弟姊妹，今仔这个礼拜比彩蛋更加重要。那安尼，我是信。马代是想讲，是有一日我若上天堂，伫我的列祖阿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伫迄个施恩宝座前，我的列祖的祖先拢伫遐。啊，伫迄个所在，我嘛会看到迄个国外的猎杀路。伊的信仰是安尼，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听讲道的信仰，咱的信仰嘛毋是一个知识的信仰，咱的信仰是一个可真可活、可遇可求。兄弟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恁的信仰是真可活的信仰，享受上帝甲咱三甲地地。那安尼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可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我伫今仔日即个圣经的经文中间，恁注意想，有即四项：第一，死而复活。耶稣第43、30、40，耶稣出声甲伊叫讲：列撒罗出来！无迄个背景音乐个噔噔噔噔，哎就到这了。耶稣讲：列撒罗出来！迄个人死过活，死有几种的死？有魂无体嘛是死，对吧？亲像稻草人，人的灵魂、人的愿望、人的心内的自尊，有真侪时阵咱生不如死。但是主要所带来的兴旺爱，是要互生不如死的人会当重新享受活的快乐。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亲像马代甲玛利亚，看到猎杀路走出来的时阵，我想因已经喙开，哈哈，惊一个，毋知要讲啥物话较好。我相信伊毋是讲我看到鬼，我相信伊是着一惊讲，哦，今仔日讲到我的主耶稣竟然遮厉害，有即种互人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兄弟姊妹，破涕为笑，转忧为喜，转忧为乐。兄弟姊妹，这就是愿望的福音。今仔日台南新人院的前院长有搭一个搁活在主日的文章伫迄个 Facebook 顶端，无数毛个传贴，你应该看得到。因为伊引用一个叫做布鲁格曼这个德国一个神学家，伊用伊所讲愿望的福音。愿所听的姊妹，伫今仔日咱做礼拜搁活在时，咱伸出双手，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毋爱干那得到教会迄个红卵那点。主啊，我愿望得到你所想事，真正搁我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搁我的活命，伫今仔日放伫咱的中间。对今仔日开始，咱每一工拢甲搁我有关系。对今仔日开始，咱的观念改变，迄嘛是一种的搁我；咱的愿望改变，嘛是一种的搁我；咱的心中无搁再孤单，迄嘛是一种的搁我。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有两个人甲耶稣同行，
头是头壳勒勒，因为因亲目睭看到耶稣死。当因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因的厝，因伫路中耶稣出现，甲因同行。恁知影这个故事？兄弟姊妹，有另外一个故事，是甲咱的认真的态度有关系。有其中有一个人，是伫耶稣最后的一个时刻，伫十字架顶悬。恁会记得十字架有几支？3支，表示恁知影伫耶稣身边还有2个人，对无？迄个故事，3个人顶伫十字架顶悬，耶稣伫最后要吐开、要断开之前，伊讲一句话，伊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唔知。”这句话插到伊的边仔，迄个强盗，因为强盗伫伊的边仔，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伊讲：“爸啊，赦免因，因为所做，因唔知。”一个听有，一个听无，两个伫遐相济。一个伫遐咧讲，耶稣你若是真正的神，你就救阮拢我。但是边仔迄个人来讲，咱死有余辜。读到伊到要死，还阁咧为咱祈祷。爸啊，赦免你，因为因所做，因唔知。后来这个人知，这个人回头甲耶稣讲：“感谢你，伫我一生最后，我有机会听到讲道。主耶稣，你伫祈祷中间为我祈祷讲，赦免伊，因为伊所做，伊唔知。用主有一日，你的国度若临到，求你怜悯我，求你纪念我。所以兄弟姊妹，搁活者就是仰望上帝怜悯的时刻。因为圣经安尼讲，若有一个人伫地上悔改，认天父做上帝做天父，伊伫天灵的大家庭嘛，要为着伊来欢喜。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伸出你的双手，甲主讲：主，看我手，看我手，看我手，直到我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国外的愿望，将国外的信心，将国外的仁爱、怜悯，放伫恁的家庭，互恁无欠过什么。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听咱的祈祷，应允恁，开阔咱的内心，特别是咱中间既若有人，你伫人生中间感觉人生足辛苦。何无事为你做祈祷？愿主耶稣的名，互你靠，主耶稣透帮你，互你对今仔日开始你讲，主耶稣前无你的事，我真辛苦，实实在在我过了真辛苦。但主耶稣自从你来到我的人生，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内底，我的生命就开始变轻松。愿天父上帝开阔咱的生命。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圣神的帮助，通过耶稣家己的应允，伊讲：“搁我甲活命在伫我，你相信吗？”愿咱伫今仔日咱甲主讲：“主，我愿意。无论是破病的兄弟，无论是最近感觉真失志、失望的兄弟，无论是你伫心内感觉有真多的恐慌、忧郁、躁郁。”愿主的平安进入你的人生，甲你三角地带。主开阔你的心，主透放你的心。因为主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安那，通来就滚我，也这你愿意嘛？你甲主耶稣讲，主我要将我一生的重担，将我一生所需要的使命甲责任，拢甲你做伙。无论活动的使命，若有你甲我做伙，这个使命就轻松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愿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若有伸出手的拢有得着，若有拍开心门的拢有得着，若有开嘴讨的拢有得着，若心内相信的拢有得着。愿这个各位主耶稣，不但甲玛利亚、马代、拿撒勒同在，也甲咱同在，对这事直到世界的落尾。愿互主耶稣对四个我上帝的圣神，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11节。耶和华的灵就像耶稣对四个我，伊若踮伫恁的心内，若踮伫恁心内的圣神，就要互恁要朽坏的死亡
的肉体要搁再活起来。你通花手伫你的心内祈祷讲，亲爱的圣神，甲我同在，永永远远。亲爱的圣神，甲我同在，永永远远，对即世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虽然伫你的面前，奉你的名自执，设立这段出声祈祷。主耶稣，愿你降临伫阮中间，进入伫今仔日要洗礼的吴松林、老世忠、金英郭金英姊妹，至诚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也甲阮众人同在，互阮领受过我主耶稣的圣神，互阮对死过我，荣耀你的名，互阮身边的人讲，因信靠主的人何等的有福气。阮安尼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